立法院今仔排定要商讨选罢法定争议的法案，那里立委伫议场是发生严重的冲突，伫立法院外口有青鸟一批，有不少民众的情绪是真激动，想要冲入去立法院，民众嘛甲警察发生冲突。在这吗？还是？没有，我就是走一下而已，刚来上班。哦，就因为在对面而已。对，因为我保警在那边，我来看一下。内政部长刘世芳一早起就到立法院，将警政署保防组确认维安的状况。因为议场内面调遐立委，搁再为了要占主席台，发生严重的肢体冲突。1号同一天，要去立法院参访的日本沖縄话200多位高中生无法度入去，只个来让伫咧议场外口翕相。中入りたい気持ちもありますけど、はい、仕方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聞いてますし、日本もありますけど、やっぱりどっちも自分の国を良くしたいっていう気持ちがあると思うので、ぜひ頑張ってほしいなと思います。民间团体所发动的青鸟集会，继续伫咧济南路积极抗议，一直到早起10点，讲已经有超过1000人。将这上班族一个特别请假到现场。觉得要关心国家发生的事情，然后这是比所有的事情更重要的事。没有别的，就是要守护民族，守护台湾。如果今天选罢法真的挡不住三读的话，希望民主进步党党团立刻提出宪法诉讼，因为这样的条文明显是违宪的。民间团体讲，若是选罢法伫咧拜5依然要删除，将会呼吁民进党团随提出宪法诉讼加暂时处分申请来反制。伫咧国民党立委抢回主席台，正在抗议民众情绪升悬，开始甲走拿杀倒，警方是派人解冻。委员加油！委员加油！我们目前既有我们中正1分局，还有大同分局跟文山2分局来执勤，总共警力数大概是200名，还有规划200名警力在各分局待命，如果有必要才会过来支援。负责意外维安的中正1分局，目前是派200位警力，将会看情形，搁增加人力的部署。因为立法院内面是继续由保安总队戒备。记者综合报道。